大家平安。即马开始今仔日的吟诗而乐哦。咱第一首咧吟的是圣诗71首《基督世界真光》。咱吟第1节到第3节哈。3节。煞接咱来看第2首吼，139首救主耶稣基督。这首调可能大家拢听过吼，但是迄个歌词可能小可来提醒一下。咱看第2节吼，伊做万有的主，满满福气本有，到期降世做人。互的送香互咱真富吼，迄个咱拢讲富有啦，富有吼是富有，所以送香互咱真富吼。第3节吼，本人至尊无对吼，无对吼，天使拢总拜跪，愿做奴仆，受人亵渎。吼，亵渎，这可能咱普通较无会讲这个哈，所以注意一下亵渎，互咱真最尊贵哈。咱即马甲第1节到第3节，吼，咱吟一摆哈。来。救主耶稣基督，救咱快离罪恶。
线遮咱来看605首，啊，605首，靠主稳定奇妙开咱的保护，啊，这首应该大家唱过，但是无讲足熟才对啦，哈，不要紧，咱就唱3节，哈，来。小可较紧一出来。谁能撒旦困别我心情感痛？这首吼，若大家有迄个有信息，上好甲献开，因为这首毋是一个音对一个字，哦，所以若讲咱家看这 PowerPoint， 可能有时迄个音甲词会斗袂好势，吼。好，要有时间吼，咱搁下第一节搁唱一摆，吼，上好会使甲信息。提开，哈，掀开，安尼会看较清楚。要一寡装饰音，伫这内底嘛写足清楚，哈。来。今日的吟诗儿就到这。
时间已经到，这时礼拜要开始。着家己谦卑伫主的面前，伊就要高升恁，亲近上帝，伊就亲近恁。做伙来吟圣诗，圣诗第71首，基督世界真光，请起立来吟。
咱犹原徛伫额头三角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的疼痛甲怜悯，伫即个疫情还阁在传播的时，互阮嘛会当自执伫你的面前来领受你的恩典。当阮每一遍来到伫你的面前，阮搁较感觉阮的欠缺你的富有，阮的愚妄你的智慧，阮的软弱你的勇壮，以及阮的罪恶满满，你的恩典无限。阮逐项的无够额，只有主你会甲阮满足。阮即时要用谦卑敬虔的心来到伫你的面前，要对你的话得到教示，恳求你赏赐阮属灵的智慧，互阮的信心会搁较加添，搁较有气力来跟对你，得到你所赏赐互阮真实的平安甲喜乐。主，阮也要感谢你，你有差遣弟永恩牧师来到伫阮的中间，甲阮三甲伫即个所在做伙敬拜你，为着福音的建设，做伙来推动努力。求主你施阮伫永恩牧师的身躯顶，互伊所要推动的事工得到主你的祝福，互阮众会友因为弟牧师的加入，得到更较坚实的灵命的成长。我也要为着现在全世界的扰乱来求主你保守，不管是战争，还是中国对台湾的威胁，也是通货膨胀对生活所引起的压力，恳求主你拢来看顾，互阮众人无得到恶担当的代志，无受到影响，互受到影响、散食无瓦靠的人得到帮赞，拢平安有喜乐。阮的祈祷无完全，阮即时要用主你所教示阮的祈祷，做伙出声来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你的国荣耀，你的旨意得成，你的意志就伫天里，阮的日息平安的阮，下面阮的国，亲像阮下面国阮的人，我你所爱入得去，又叫阮脱离你的ภั，你的国万民拢是你所，大概如此。阿门。请坐。做伙来启应，启应文第16篇，这是记载伫诗篇第57篇。上帝啊，求你可怜我，可怜我！你伫你失果的指引下，我要求救至悬的上帝。上帝会对天施恩救我，上帝会对我发出慈爱甲信心。我倒伫凶恶的人的中间，因的喙齿亲像枪，亲像剑。上帝啊！愿你的伟大搬过天，因伫我的脚前设罗网，伫我的面前开寒天。上帝啊，我的心平静，我的心坚定。我的心啊！就醒起来，我要甲天叫醒。上帝啊，我要伫万民中感谢你，因为你的慈爱哪天遐尼悬。上帝啊，愿你的伟大搬过天。
做伙来吟圣诗，圣诗第139首，救主耶稣基督，请咱起立来吟。请坐。额头三角来祈祷。阮的保惠师、圣神上帝，阮知人的话毋但干那瓦靠饼，乃是瓦靠你的喙所出朗诵的话。阮即时要谦卑听叹你的话，恳求你的教示。愿圣神拍开阮心灵的耳孔，甲心灵的目睭，互阮会听见你的声音，看见你的拯救，通行伫你永活的道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做伙来看上帝的话，这是记载伫马可福音第2章第1节到17节。马可福音第2章第1节到17节。几日后，耶稣搁去迦百农，有消息传讲，伊伫厝内就有真侪人聚集活来，煞拢无空位，连门口拢无。耶稣对因伫讲道的时，有4个人跟一个半身不遂的人来伊遐，因为人真侪。袂当扛到耶稣的面前，因就伫伊顶面的厝顶拆一空，互迄个半身不遂的人倒伫床铺坠落去。耶稣看见因的信心，就对迄个半身不遂的人讲：“少年人，你的罪赦免啦。”有几若个经学教师坐伫遐，心内伫议论。这个人哪会安尼讲？伊伫亵渎上帝，独一的上帝以外，啥物人会当赦罪？耶稣内心随时知影，
因安尼得议论，就对因讲：是安怎恁心内得质问即个代志？对半身不遂的人讲：你会做赦免啦。也是讲起来，跟你的床铺起来行，多一项较简单。毋过，我要互恁知，人子伫地面有赦罪的权柄。耶稣就对迄个半身不遂的人讲：我甲你讲，起来，扛你的床，转去恁兜。伊就起来，随时扛伊的床铺伫众人的面前行出去，众人拢大着惊，规用光互上帝讲：阮打到今袂捌看见即款代志。耶稣搁去加利利湖边，有一大群人来伊遐，伊就甲因教示。耶稣经过时，看到亚勒菲的囝利未坐伫税关，就对伊讲：来对我。利未就起来对耶稣。后来耶稣伫利未因兜食饭，有真侪冒税的人、冒税个甲罪人，嘛甲耶稣以及伊的门徒做伙食饭。因为有真侪人伫对耶稣，一寡法利赛派的经学教师，看到耶稣甲罪人以及冒税个做伙食饭，就对伊的门徒讲：是安怎？伊甲冒税个以及罪人做伙食。耶稣听到，就甲因讲：健康的无需要医生，破病的才有需要。我来，毋是要招义人，是要招罪人。愿上帝话成做咱的帮赞。这时，咱要请吴岳玲过会员单主用3位姊妹来献诗，至圣的主。
春生牧师。兄弟大家平安，愿上帝恩典甲咱每一位参加弟弟。今仔日真多谢月龄会员甲主阳带领咱三个来敬拜上帝。通过歌声来献上真侪咱伫上帝面头前芳芳的祭。咱今仔日所读到马可福音，咱也去回想伫前两礼拜中间。咱已经将马可福音第1章来看过，回顾第1章45节的时阵，伫遐会描写到耶稣伊治好这个太高病人的时，吩咐迄个太高病人讲：你出去毋通四界宣扬这件代志。但是这个太高病人一出去是世界宣扬，直到耶稣无法度公开阁入城，只好伫城外偏僻的所在。虽然安尼，但是众人犹原对城内走到伫城外去。我顶礼拜有提醒来说明，为什么耶稣袂通公然入去城内？因为照伫迄当时的律法的规定，若去摸着太高病人的时阵，迄个人就真做无清气，袂通入城，只好伫城外偏僻的所在。耶稣住伫城外偏僻的所在，这咱会通甲当做耶稣是体谅其他的人可能会惊吓。虽然安尼，但是圣经内底描写讲，群众是对逐所在来到伊的面前来找伊。这句话已经会表达，众人已经拍破传统律法的这个束缚，因无担忧耶稣摸着太高病人真做无清气这个代志，反倒当是众人去找耶稣，所以互咱看到。耶稣迄当时，这个咱讲反转一种社会的观念，伊咧拍破律法顶头对人的束缚。咱今仔日来看，先来看第2章第1节到第4节。伫这第1节怎讲几日后，讲过了几天，几日后是咧指伊。摸到太高病人了后，伊需要伫城外隔离的时间，他要自我隔离7天啦。这就若像咱2年外来面对 COVID-19 的时阵，咱拢采取这个隔离的措施。到伫今仔日，台湾犹原有2万几个确诊者，这个确诊了后咧。政府的规定，你要进行7+7，就是你7天的隔离，7天自我管理。隔离了后咧，圣经伫遮讲，耶稣各去加百农，各这个又一次，再一次。我捌讲起马可福音的作者，伊真爱用这个咱讲真紧的口气，咱仓促的语气。那亲像第1章的时阵，会描写彼得甲耶稣伫安德烈，因面对耶稣的呼召的时阵，安怎描写？因马上将因的希望来甲弹掉，然后军队耶稣。而且咱看到这个“国”这个字，其实伫这个希腊文帕林这个字会当翻译做随时啦，意思讲耶稣隔离了后，随时伊就管怎入去到伫加百农。所以咱看到马可福音的作者，伊写作的特色，伊的语言用了真精简，伊有一个主要的表达，就是安怎马上的行动。这因为什么？因为迄当时的教会受到这个大迫害，使徒保罗、彼得
线接拢顺倒去啊。迄个时间是较尼迫切，所以作者马可伊写这本册是爱迄当时的第一代的读者，伊看到这本册了后，你就爱紧紧来选出做你信仰的行动甲选择。如果今仔日咱是面临一个大迫害、逃难的情景的下底，你袂用真侪时间去写真长的这个文章，检采你会想讲后一步要安怎来做，采取什么款的行动？作者伫遮就是互咱知影，伫即款的情形，耶稣的学生马上放掉伊的希望，马上跟对耶稣。甚至耶稣伫城外隔离了后嘛，马上入来到伫城内，继续一件代志，就是讲道。耶稣传讲上帝国的福音。加西的约翰受关押了后，圣经描写耶稣就是迄当时出来宣讲上帝国的福音。当伊咧讲道的时阵，嘛，互咱看到有圣灵对上帝话语所反映的，就是邪神压起来。当耶稣基督搁一摆入城的时阵，当伊咧讲道的时阵，咱嘛看到嘛有其他的代志来发生。顶一届耶稣讲道的时阵，是圣灵来扰乱。这次的讲道的时阵，是4个人跟着一个半身不遂的人来到伫中间，这嘛是一种扰乱。但是表面上看起来两个拢扰乱，但是实际上两件代志拢有同款的结果，就是耶稣互人得到透放，互人得到医治。伊的讲道是带出快乐甲行动的。无论是灵性会通得到透放，也是讲肉体会通得到医治。这个故事伫马太、马路加福音内底拢有记载。但是写伫这个大迫害处境下底马可福音，虽讲写了真简洁，但是伊将迄当时犹太人因徛起的环境描写了是上完整、上准确的。迄当时犹太人的厝，伫厝外有楼梯，会通到伫厝尾顶。伫厝尾顶是平，伊的厝尾顶是平。咱的厝尾顶是安怎斜的？为什么呢？我们的屋顶是斜的，因为咱遮过拢是安怎会落大雨啦。所以雨水安怎爱紧射出去？你也到伫日本，日本有的厝的是安怎？一边较无遐尼斜，一边安怎真斜？意思是安怎？落雪的时阵，因爱将迄个雪安怎紧甲吐掉，较袂厝绑起啦。巴勒斯坦迄个所在，因的厝尾顶拢平，迄个所在真少会落雨，所以拢无遮的问题。平的所在，因会通伫顶头晒因的衫，迄个顶头拢会当徛人。因的厝尾顶其实起了真简单，通常有3沿啦。第一沿就是安怎较粗的条放的，第二沿是树枝放的，上顶头的是用这个草料、打草甲土山高高的，那像过去台湾的土角厝同款，放在顶头，互平平安尼抹互平平。但是佫有一个，因为安尼起来，古早时阵暗时的时阵爱点灯，日时的时阵要安怎？其实因的厝尾顶通常会安怎让一空迄个挂放伫遐，迄个挂甲起起来的时阵，日头就会当照入来，照入来内面，照来内面有一个用意，有照日头较袂安怎，较袂生菇。迄犹太人的厝若生菇，就爱敲掉。
所以因习惯伫厝尾顶拢会通保留一空，平常时是空的。所以伫遮咱看到，当这个半身不遂的人，互人光到伫耶稣的面头前，圣经描写讲光袂入去啦，因为足侪人的，无人要让。所以伊咧描写这四个朋友，无放弃，人足歹光的，嘛是光到伫厝尾顶。我头拄讲起厝尾顶是真灾啦，因会当将厝尾顶原本要互日头入来迄空，甲起起来，检查起起来，阁有一个问题，啊若伤细空的时阵要安怎？都爱伫遐阁拆，然后甲将迄个人安怎？慢慢啊甲放落去，迄个垂落去，这个动作嘛是无简单的。你甲想看觅，若万不因4个人会力无平均，一个人放较紧，啊，这个半身不遂的吼，落落都全身不遂啦。所以你看4个人爱真有默契，4个角慢慢啊放，甲垂落去。所以因爱有共心，因爱有平衡。若无人还未求到，就先摔死。所以这4个人真有默契，因是一个真好的一个团队。同款咧描写这个故事，路加福音的描写都毋是安尼。路加福音咧描写讲，因拆厝顶的厝野，因为有瓦这是罗马人的文化甲有的，所以你也看圣经的写作的时阵，对你无共款的文化，伊小可会安怎？改一个目的，就是安怎，互人会通认捌到底圣经内底在讲啥物。伫遮咱嘛看到，有真侪人有身躯灵性的需要，有的是一个人，咱就会当去甲人帮衬；有当时是需要甲其他人做阵来帮衬。这4个人看到这个半身不遂的病人的需要。因的深信耶稣会通医治，所以伫信心的顶头，因付出行动。这就若亲像圣经雅各书内底所讲的，信心若无行为是死的。所以，弟兄兄弟，咱嘛是要学习信仰的功课。咱要伫别人的需要欠缺的顶头，做一个决定，就是做出怜悯的行动。这个怜悯的行动，这拢是对咱信仰的考验，咱的信仰。你的信心敢是真的？如果你的信心是真的，你就爱做出怜悯的行动。煞接咱来看第5节甲12节。伫遮咱看到第一遍马可福音记载着人子这个字眼。伫当初时，犹太人普遍相信，人的病是因为罪来引起，这是大家人拢有这款的想法。因为你有罪，所以递到你判病。就连耶稣基督的学生，嘛捌有这款的想法。上有名的一个就是约翰福音第9章第1节甲第2节遐记载，耶稣伫路上看见一个出世到痴迷的人，耶稣的学生就甲问，讲先生啊，这个人出世到痴迷，是什么人造成的？是伊家己的罪，还是伊爸母的罪？所以你会通看到，迄当时拢会将人的病痛甲罪相连结，但是耶稣无将病甲这个罪相连结。反倒等耶稣是看见人的信心来赦罪，所以信心是甲稳定相连结的。
所以第50节一描写耶稣看到这个人的信心，就是死个人的信心，就对迄个半身不遂的囡仔讲，你的罪得到赦免。所以你有看到无？耶稣伫遮无去处理病到底安怎引起的。耶稣看到的是人的信心，信心甲咱的罪得到赦免。耶稣的话其实挑战迄当时普遍认为病痛是因为罪所来即款的看法。咱会通简单来分罪，英语 sin， 也是犯罪 crime， 无共款。sin 通常是咧指宗教上、道德上的，犯罪是犯着法律上的。宗教上的罪，也是讲人的无完全，咱需要用信心来敲找上帝赦免的恩典。所以，当耶稣甲这个半身不遂的人讲：“你的罪，你的sin安怎赦免啊？”所以坐伫边仔的经学教师，因的心内伫遐议论：这个人他会讲出亵渎上帝的话。因为除了上帝以外，无有人有赦罪的权柄。路加福音的记载这段经文的时阵，伊是安尼讲经学教师甲法利赛人彼此伫遐支支处处伫遐议论的时阵，耶稣听到。但是马可福音是讲经学教师心内一想，无论是听到，还是因的心内一想。拢互咱知影，耶稣感受到，耶稣看到，嘛知影因所想的问题。即几个经学教师的心内，甲迄4个想要帮助人的心内，因所想的全然无共款。迄4个人，因的心内是充满对耶稣的信心，反倒当是遐个经学教师，因对耶稣的心是安怎？充满质疑。质疑甲信心是一个对比的，完全无共款。咱来知影讲，迄当时的经学教师有因的服装啦，所以穿的时阵就知影伊是经学教师。对因的衫穿插，就会知影因是做啥物款的人。那像圣经内底讲，鞋啊撒该爬在树仔顶，耶稣一看就知影伊为什么，伊有穿伊的官服啦。抽税的人有抽税的衫。古早时阵是用衫来分别这个人到底在做啥物。这个是经学教师，这个是酒馆的负责人，看因所穿的衫就知。所以经学教师，大家一看拢知影因的身份坐伫遐，因坐伫厝内，因毋是要渴望听耶稣的讲道。若是照路加福音的记载，因是要安怎试探、窥探耶稣，你到底你的讲道是讲什么内容？你的医病赶鬼到底是做什么的？因为耶稣做这已经传遍加利利。经学教师因的心毋是信心来找求耶稣，因是伫遐来看，到底你咧变什么梦？到底你是什么人？根据旧约的圣经，只有上帝才有资格来赦免人的罪。今仔日耶稣公开伫犹太人的面头前，会讲起伊的罪会通得到赦免。所以也无怪经学教师，因会讲出这个人，他会讲出亵渎上帝话，除了上帝以外，无人有赦罪的权柄。确实无人有赦罪的权柄。但是耶稣敢是一般的人，还是经学教师？这是咱爱去问的问题。伫经学教师的目睭内，这个病人，这个半身不遂，就是伊的罪引起的，无需要救啦。因为若上帝要赦免伊的罪，自然就好起来。
这是因迄当时的观念。所以因的观念递到因安怎见死不救，甚至这款的观念，厝内若有半身不遂的人，有的亲人会甲气杀。为什么？因为你的罪，莫带来家庭家族的困扰、遗弃。这是迄当时社会的一个问题。总是伊的朋友无甲放弃，带来到伫耶稣的面头前。今仔日咱厝内若有一位半身不遂的人，你会安怎做？你会讲这是你的罪引起的吗？我想你袂安尼做，因为咱是一个有疼心的人，疼咱的亲人，因的悲疼，咱爱甲受苦的人同受苦。咱爱照顾遮家己身躯边有即款情形的病人，咱袂用宗教上的想法来甲定罪，都是因为你犯罪。所以弟兄兄姐，咱爱知影经学教师迄当时，因都是用即款的对待遮的病痛的人，拢是恁家己的罪，恁都爱认罪。恁若认罪认了完全，检察上帝就医治你。弟兄兄姐，到底要哪认？有人对祖公祖先一直认，甚至现代有的教会嘛是咧甲信徒讲：你没有认完你的罪，所以你一定还有隐藏的罪。要怎认？我捌拄到一个人，伊来找我。伊咧讲，伊的罪拢认了了啊！伊阁拄着啥物？我讲啊，你认啥物罪？伊讲，伊的牧师叫伊爱写一个一个写。伊连迄个3岁的时候嘛，甲写出来。我讲啊，你太记的。伊讲啊，伊都爱我写出来。啊，我袂记的，我嘛是安怎硬写。讲3岁的时阵，因为安怎看到爱食的糖啊，甲人摕了后无讲。我讲即种代志真啊假？伊讲无啊，我嘛毋知啊。但是伊安尼逼我会当写的，我就尽量写。我要彻底完全的认罪，安尼我才会通得到上帝的赦免。我听拢足奇怪。耶稣伫遮，伊就是要将人的病痛甲罪切开。有当时人的病痛是甲罪无关系，但是迄当时的信仰传统递到因有即款的想法，所以耶稣面对遮，伊甲迄个人讲：“你的罪得着赦免。”其实即句话马上时阵挑战在座的经学教师。爱因莫阁用这款定罪的想法来看人的病痛。你应该伫看到人的病痛的时阵，是看到家己的责任。那亲像约翰福音内底讲，迄个生来出世就痴迷的人，伊的学生咧问讲，到底是伊的罪，还是伊的父母的罪？耶稣讲毋是。耶稣煞只讲一句话，要伫这个人的身躯顶显出上帝的荣光啦。伫这个人的病痛，咱若减轻的时阵，就是安怎彰显上帝的荣光。耶稣对这个半身不遂的人讲：“我吩咐你起来。”迄个人马上摕伊的床铺起来，转去厝的。耶稣过来讲，伊的目的是要来证明人子伫地上有赦罪的权柄。人子这个字眼是马可福音第一次伫遮出现的。这个人子其实就是一般咱会当翻译讲某人啦，人的意思。这个某人到底是什么人？这是咱每一个人爱去回答的。其实马可福音写这个字的时阵，检察对迄当时受压迫的基督徒来讲，你看到这个故事的时阵，
你看耶稣是什么人？对这个半身不遂的人的四个朋友来讲，耶稣是全能医治的上帝，所以阮来找伊，因为阮相信伊会医治阮的这个朋友。我要讲，这个半身不遂的人，伫迄个时代，早就互厝内人放杀啦，因为安怎？因为迄是罪，阮袂通甲罪人送到地底。所以，若是安尼时阵，迄个人是非常受艰苦的。连上亲近的人拢甲放杀，但是对于这个半身不遂这个四个朋友来讲，因相信耶稣是医治的主。安尼对一般的民众来讲，因伫遐围擂耶稣，是要听耶稣的讲道，因为耶稣的讲道，互人感觉真特别，感觉真有帮助，因为因真爱听耶稣的讲道。但是对于经学教师来讲，因的目的是啥物？哦，终于被我抓到把柄。所以至少这三款人对耶稣，到底耶稣某人是啥物人？这个人主是啥物人？因的人物拢完全无同款。但是咱阁会当想象一下，伫迄个时阵，宗教领袖的权威，敢会去影响一般的民众？会，嘛会去影响其他人的信心。咱将画面停留伫遮，想看卖一下，如果你是迄当时的民众，你听到你的牧师伫遐讲即款的话，讲耶稣你亵渎上帝，还是讲你的教师伫当场会提出伊的质询质疑的时阵，恁要安怎思考这个代志？你要思考，你要听的是这个宗教权威的声，也是去听一个30岁出头的少年传道的声？耶稣迄当时30岁，你到底你要听什么人的声？我们很容易有顺服权威的习惯。这个人是权威，所以伊讲的一定对。耶稣时代的会众拄到这个问题的时阵，因会安怎想？耶稣直接讲：今仔日要互恁知影，人主是啥物人？人主伊有赦罪的权柄。所以伫这时阵，耶稣对迄个半身不遂的人讲：我吩咐你起来，摕你的床铺出去。耶稣伫遮彰显上帝国的权柄的气力。当场，逐个人都安怎？哇！看到一件天大地大的代志，因为耶稣用讲的。起来，迄个人就起来。天大地大，为什么？因为创世纪所记载，上帝讲有光就有光，伊的话语、伊的讲道大有能力权柄，甚至对这个半身不遂的人讲出讲站起来的时阵，迄个人马上听话站起来。马上有出人意外的结果。对伊来讲，伊嘛爱回答：人主到底是什么人？对这个半身不遂的人来讲，人主是医治的主，阁是赦罪的主。伊的讲道，互人的性命觉醒的主。线接咱来看13节到17节。头前的故事，咱会通对比
这个半身不遂死的朋友，甲经学教师，诚做一种的对比。对比什么？什么人心内有痛？什么人会通宽容接待其他的人？真显然的是这四个人，因为因伫别人的需要顶头，做出怜悯的行动。搁较要紧的，因无将病痛来定义人的罪。人已经破病，已经无法度动啊，已经足可怜啊。你敢会当甲讲，这是你的罪，因为你的罪来引起的。这对这个半身不遂的人来讲，若听到安尼，这拢是二次伤害。到第13节到17节，咱看到。这个抽税的人、冒税的人，过去叫做税吏、收税的，咱现代台语甲翻译做冒税。冒税这个翻译是咱教会洪秀强牧师伊主张的这个翻译，因为迄当时圣经公会咧翻译这个语言的时阵，洪秀强牧师独伫遐讲。一定爱甲翻译做冒税，为什么？因为迄当时抽税的人拢是罗马帝国发包互你，这个城你爱收，譬如讲100万来讲，互你去收，你也收无够，你爱贴，你也收有剩的，迄你趁的，你的工资，你家己安怎爱去拍算好。这叫做冒税，甲冒起来，来做这个税务长安尼。所以翻译，这是咱洪秀强牧师的这个主张。这正拄会通讲起迄个时代，这个税金处的人的迄个情形。所以伫遐冒税，这个冒税的人叫做啥？利未。马太福音内底称伊做马太，其他福音书拢甲翻译做利未。后来马太福音内底嘛写马太利未，马太利未。所以咱爱知影讲，迄当时有真侪利未人的习惯，拢将家己的囡仔号名做利未，因为要提起恁是利未族的后裔。利未原本就是受呼召伫圣殿内面做祭司的助理，是神职人员。但是伫耶稣进前721年、586年，南北王国亡国了后，利未族的人咧，遮已经无有圣殿通好服侍啊，所以因400-500年来。就做无共款的工课，有人做买卖、做生意，做了上好的，其实是利未人。有一个牛仔裤叫 Levi's， 有无？迄就是安怎？迄个家族，伊就是犹太人啦，利未族的。而且爱讲起，这个冒税真正安怎？有生理头脑，伊去甲。罗马帝国去甲争取，这嘛是爱标着了后，伊来做这个冒税的人。这个冒税的人，伊咧替罗马帝国伫殖民地中间来扣税金。这个代志伫迄当时是足侪人安怎怨切。这个冒税的人，伊有这个调兵的权，有税兵。我要去抽税，你无要纳税，好，甲你抓起来。等你税金纳清楚了后，甲放你转去。所以当时冒税的人，足侪人真切。所以犹太人会叫这款的人叫做歹人，歹人。长阮囝
对台东转来，伊去做兵对台东转来，伊问我一句话：爸爸，什么是白浪？白浪，讲原住民吼，因的阿兵哥部队啦，对讲吼，啊，你们这些白浪不知道啦，白浪。我讲啊，迄就是迄原住民咧叫平地人，叫做歹人，歹人叫白人，因为过去安怎，平地人甲原住民做生意无信用，啊，甲欺骗，叫歹人，歹人，白人，白人。啊，一只啥物叫做歹人、白人？迄当时有3种人叫做歹人，互因犹太人当做歹人的。第一种是妓女，第二种是安怎贼匪、强盗、盗匪，第三种就是安怎冒税的人。可见这3款人，因无法度伫因的社会内底做阵生活。耶稣是看到这个冒税的利益，伊甲呼召来军队我。你甲想看觅一般的这个经学教师，也是法利赛人，敢会招这种人讲来你做我的学生？袂啦，上好是安怎要招，就是招亲像保罗迄款的头壳真 smart 的人来做这个法利赛人。爱记的使徒保罗早前未改变伊的信用以前，就是法利赛派的高材生。将来要接伊的这个大立比的这个地位的人，但是咱看到这，耶稣是呼召迄当时坐伫税关处迄个人，人会称伊做歹人的人来军队我，利未就起来，就军队耶稣。我当时看到这的时阵吼，讲哇，传福音若较尔好传吼，安尼实在是服侍就足简单啊。教会嘛有足侪服侍，若是牧师叫者讲，5米人你来做一个，好，我来。哇，这就亲像这个利未呢，伊就起来，军队马上行动。迄是伫大迫害的时阵啊，因看到这个第一代的这个读者在读马可福音的时阵，因会去思考到，这个人伊安怎耶稣会通接纳？其实冒税迄当时是安怎生活好过真快活？伫迄大迫害中间，你看你有偌济财产，你拢会当安怎放掉来军队耶稣？因为伊是马上起来军队。所以第一代的信徒读到的时阵，咸菜，这就成做一个因真要紧的一个典范。因无时间思考敢要军队耶稣，因爱马上做出决定。利未就起来军队耶稣，这对大迫害信徒来讲，是成做一个要紧的典范。15节以后安尼讲，耶稣伫利未的厝内食饭。真侪冒税，真侪歹人，也伫因的中间。耶稣甲学生甲因做阵食饭。犹太人的食饭的文化真特别，迄代表咱是一家人甲做阵食饭。因为出埃及的时阵，一家人爱做阵食羊羔，因为因甲上帝立约。所以因做阵食饭，彼此对敌的相平，若要和好的时阵，嘛怎做阵食饭？诗篇23篇安尼讲，伫对敌的面前，你甲我摆设筵席。上帝伫咱对敌的面头前，甲咱摆设筵席，是啥物意思？咱会通甲对敌做阵食饭。简单讲是安尼，但是这顿饭是好好的饭，甲对敌做阵食饭，代表咱相平要好好立约，这嘛描写
上帝互人甲人和好，消除两边的对立的情形。以弗所书2章14节会讲起耶稣的工课。耶稣来是要来杀倒犹太人甲外邦人中间三界的墙。迄个杀倒，互两边会通成做一体。所以圣经内底描写耶稣基督，伊用家己的身躯来杀倒三界的墙。当咱咧领受圣餐的时阵，迄个意义就无共款啊。做阵食饭，做阵啉食这个圣餐的时阵，这是代表咱伫主的内面和好。咱唔干那甲上帝和好，咱也甲人和好。但是经学教师法利赛人无愿意看到人的悔改改变，这是真奇怪。正常的人应该对病得到医治，罪人会当悔改，感觉讲欢喜甲对。但是因伫遐质问什么代志？为什么恁甲遮的冒税甲歹人做阵食饭？法利赛人伫耶稣的时代是犹太教中的基要教义派。法利赛派的意思是分别出来，表明以色列人因伫法利赛人伫宗教生活分别出来，甲一般人无共款。耶稣的时代，咱会知影，法利赛派是犹太教中间真要紧，保持这个犹太传统要紧的一族。虽讲因伫福音书内面，时常受耶稣批判假好的人假冒为善，但是伫整个犹太教的发展演变的中间，法利赛人的贡献是非常的大。保罗伊原本嘛是法利赛派新一代的传承者，直到伊拄着耶稣了后，性命得到觉醒。17节，耶稣在回答这个法利赛人的这个质疑的时阵，耶稣并无否认这群人是罪人，反倒等伊承认这群人是有叛病的人，是有罪的人。但是，就是因为有叛病，所以才需要医生。所以耶稣将家己披露做这个病人所需要的医生。这位医生也拄拄为着这群病人，伊道成肉体来到世间。耶稣讲：“我来的目的，毋是要来钓义人，乃是要来钓歹人。”耶稣来，他有的目的，所以真清楚的，耶稣来到世间是有使命的，有目的的。弟兄姊妹，你敢有想看卖？你的人生敢有使命？你的人生有什么款的目的无？咱的耶稣，互咱看到，伊的使命是这的。咱个思考看卖。这段经文会通带予咱什么款要紧的信息？我想有2项要紧的信息。第一项要予咱知影，咱要有坚定的信心。咱的坚定的信心会通帮助到其他的人。咱看到这个半身不遂的人，伫4个朋友帮衬的下底，才有机会来到伫耶稣的面头前得到医治。福音书的作者。上时阵拢有记载着这4个人讲一句话：耶稣看见因的信心。这是这4本福音书对这4个人所描写的。耶稣看到因的信心，当因看到厝内客满人，连门口埕的所在嘛无法度入去，通讲是安怎？阻碍重重啦。但是因并无放弃，因甚至冒着危险，将这个半身不遂的人扛到伫厝尾顶，
将厝尾顶迄个原本互日头照入来迄个空，甲起起来，迄个挂起起来，因爱真有共心，爱真平衡，才会当将这个半身不遂的人慢慢安怎垂落去，互伊平安到伫耶稣的面头前。我想这世个人的信心，会去影响迄个半身不遂的人的心。对这个患者来讲，一落去，四周围有的是经学教师，因是安怎看伊？你好大胆，你这个罪人伫遮，其他的人安怎看伊？其实这个半身不遂的人，伊受到社会的排挤。宗教的歧视，可能伊家己不抱任何希望啦。但是帮助者是看你有大的信心，安尼受助的人，敢会受这个信心影响？我想是会啦，因为这些人的信心深深感动耶稣，会通医治，会通讨帮这个病人，因为因坚定的信心。我相信嘛，影响迄个半身不遂的人，所以耶稣当场叫这个半身不遂的人起来，摕你的床铺转去。迄个人马上起来。恁兄弟，这个半身不遂的人敢有信心？检查一开始人甲赶来的时阵，伊一点仔声音拢无，无有信心啦。但是，伊当时的朋友甲赶起去，佮甲垂落去的时阵，伊的朋友的信心已经去影响到伊，所以这个病人伊的信心，我想嘛是安尼，愈来愈坚定。所以伊的信，是因为伊的朋友所带来。留意下这咱坚定的信心，有当时会去影响咱身躯边的人。这个影响其他身躯边的人，会通帮助因，会通得到坚固。昨下晡有机会受这个李安妮甲国史馆的馆长陈医生邀请去国史馆，因为昨拄好是李登辉前总统这个安息2周年。伫国史馆内底有一个李登辉文物的观景，甲一个新册的发表会。我伫迄个会场的中间，伫遐佫听演讲，有一个政治大学的教授李福忠教授，伊伫遐讲一段话，安尼讲李登辉毋是蒋经国内定的接班人，因为伊是史料的研究者。伊讲迄当时蒋经国逐礼拜会调来开会的人是郝柏村甲李焕。所以，伊研究的中间看到蒋经国要紧的代志，敢若甲这两个人讲，所以这两个人通讲是正统接班人啊。伫统治集团内底，迄个教授讲李登辉只是台籍花瓶，台籍花瓶。伊咧讲民进党组党前，蒋经国伫总统府调会出席的人是郝柏村、李焕甲吴院院长。迄当时遮拢是外省所谓的外省的迄个统治集团上悬的人。李登辉敢有受通知？无，李登辉是副总统，无甲通知来开会。所以迄个教授讲，史料的研究的中间看到这款的情形。但是伊阁讲一句，忽然间蒋经国过身，没有安排接班人。阁加一句话，这是上帝出手，上帝出手，无有接班人啊，所以李登辉就安怎照宪法规定，伊就爱宣誓。继承这个总统的位，好，伊做总统，
但是国民党的内部发生什么代志？宫廷内斗，党内的大佬走去总统府找李登辉，甲讲一句：你可以当总统没问题，但是不能兼党主席。因为宫廷内斗拄啊开始，哇！我看这比迄个连续剧吼搁较厉害。伫迄个中间，伊咧讲起，迄当时拄着3大危机，一个是宫廷内斗的危机，一个是安怎？军事政变的危机，第3个危机就是安怎？迄当时的社会要求改革的危机。最后的讲起，12党内面发生这个代志，台湾无战争，台湾嘛安尼顺势过来。你也去看李登辉伊的迄个《我的见证》迄本册。又描写迄当时的心境，惊到要死。逐工含伊的太太读圣经祈祷，是安尼来经过迄段日子。伊将因所拄着的交托给上帝。昨伫迄个场合，李安妮嘛上台演讲。伊伫演讲的中间，伊迄甲我讲，我答应黄牧师去洗礼，我去年已经甲讲啊，我即马阁无闲。伊甲我讲，黄牧师，对不起，我要赶快安排洗礼。我有一回甲守贞长老甲几个同工嘛是到伫迄个曾文慧迄个夫人伊的厝伫遐做礼拜，安妮嘛伫遐讲。其实伊会讲洗礼这个代志，甲伊去读到伊爸爸伫迄个上危急的中间，迄个感受。伊讲伊当时拢毋知影，爸母是安怎拄着这个代志，无甲因讲，是后来渐渐因较了解，所以迄个信心到底安怎来，去影响着其他的人。伫迄个中间，咱会通去了解一项代志。咱拄着困难危机的时阵，那亲像马可福音的时代，拄着患难大迫害的时阵，信心真要紧无？有，真要紧。若无有信心，袂通带领咱超越所拄着的这个患难。咱的信心敢会去影响到别人？至少这4个朋友，伊的信心嘛影响到其他的人，敢毋是？你讲李总统的信心敢会影响其他的人？我想会啦。因若迄当时行来行去真惊的时阵，早就安怎台湾会变做安怎，咱拢毋敢想象。你去甲看这个乌克兰泽伦斯基总统，伊所展现出来是安怎？非常的有信心。这个信心，互伊的百姓就安怎？阮的国家阁有阮的总统安怎会带领？伊是无讲伊的信用啦，但是我知影泽伦斯基的信用，伊是犹太人，阁加上伫乌克兰，我相信伊有可能是真做乌克兰东正教的信徒。无论如何，咱的信心敢会去影响到别人，特别伫患难的时阵会去影响。你兄弟，你伫生活中间，你会去拄着困难。你拄着困难的时阵，检查你的囝儿，你身躯边的人，就安怎看你，安怎面对。检查拄着这个困难的时阵，你会当招你的厝内的人，咱做阵祈祷。做阵面对，有一日较赢到这个艰苦的时阵，咱真正会通见证讲，感谢上帝的怜悯。煞只第2项要提醒咱性命的觉醒，是迄个主客意位，掠上帝最中心。耶稣讲，伊来的目的，毋是要来钓这个好人，是要来钓这个罪人啊歹人。
经学教师甲法利赛人，甲这个冒税的人是一个真强烈的对比。因拄着耶稣的反应也无共款。自义的人藐视耶稣的救恩，觉醒的人会通悔改认罪，得到上帝的赦免。我想这是一个真要紧，互咱看到的。李登辉总统真爱一句话：现代的话，毋是幽怨的我，乃是基督点伫我内面的话。这句话的表达，毋是家己的话，是上帝，是基督点伫我内面的话。意思是自刻意味，因为伊捌伫一本册。台湾的主张内底讲过一句话，伊内底迄句话是咧讲基督教神在内心深处的教义，可以说是主客意味的契机。伊咧解说伊家己的信仰，伊讲基督教的信仰是上帝点伫咱内在的深的所在，是主客意味。本来上帝毋是我内心的主，但是我信了后，上帝就伫我的内面，成做我的主，掠上帝做中心。所以伊咧讲起，当一个人掠自我做中心的时阵，迄款的心态会转化，是因为你已经掠上帝做中心。啊，这个转化掠上帝做中心。卖转变去关心其他的人，这是一种自我中心，觉醒了后转化掠上帝做中心。个人的觉醒是安尼，社会的觉醒也悠然是安尼。因为耶稣捌讲，愿上帝旨意伫地里，哪亲像伫天里。迄个觉醒。就是互咱伫世间所行的，是仰望上帝旨意，行伫地面上，互上帝旨意伫咱的土地顶头，甲咱的人民三个之地。美国有一个福音社会福音神学家，叫做劳森布士，伊伫1861年的时阵出世。伊伫1900年的迄个初期的时阵，20世纪的初期的时阵，伊讲一句话，讲一个人会通甲上帝做阵起造上帝国，嘛会通去阻碍上帝国的进展。伊讲上帝国是咱每一个人的任务，是上帝互咱上好的礼物。咱接受伊，咱才会通感觉伊是上好的礼物。咱就爱将这个礼物当作是咱的工，安尼才会当行伫咱的故乡徛起的所在，互上帝国的欢喜平安临在伫咱中间。这是这个神学家的强调。咱的信仰毋是停留伫个人，我得救，毋是。咱的信仰是上帝国的价值，伫咱的社会，伫咱世界，伫遐实践。咱敢若强调，你有得救无？你有信耶稣无？却无法度去看见社会罪恶需要改变。安尼，咱毋是行伫上帝国内面，咱来做阵努力，也仰望上帝旨意，伫咱的台湾，伫世界，就哪亲像伫天里。咱同心来祈祷，拜上帝感谢你，互阮会通通过你的话语，来得到反省，愿你帮咱，互阮会通伫所徛起的时代内面，来做助你的干净。愿的祈祷恳求奉耶稣的圣名，阿们。
做伙来吟圣诗回应上帝话。圣诗第605首，靠主恩典奇妙溃力的保护，请咱起立来吟。请坐。这时是公道的时间，咱要为着下面3项代志来祈祷。第一项为着实践上帝国的公义甲价值；第二项为着全世界疫情甲咱边境的放宽管制来祈祷；第三为着人甲自然的关系，做环境的好管家来祈祷。这时请咱出声做伙来祈祷。最后，咱请周家军执事带咱做公道结束的祈祷。全能的上帝，恳求你继续示露慈爱，予捌你的人，示露公义，予正直的人，予阮心充满，
俄罗传用你的救恩来帮助人，照你的话，行伫你因公义、和平、守地、正直、永远的道路，献出你好灵敏的良善。主爱的主，感谢你保守全世界伫 COVID-19 疫情的中间，渐渐恢复生活的交流。恳求你继续看顾，赐予每一个人安定的心，互阮耐心遵守配合每一个防疫规定的调整，早日恢复真济的活力。永远的天父，你是万年的主宰，恳求你原谅阮，只有看见家己的需要，伤害、破坏你所创造的美好。阮谦卑伫你的面前悔改，恳求你止煞灾害，互土地、大海得到安息。恳求你赐下智慧，互阮成做一个谦卑的好管家，重新恢复人甲万物和好的关系。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免。做伙来奉献。咱用奉献的诗做咱的祈祷，请起立。请坐。这是我来报告，请掀开周报通知的事项。因为疫情有较这个缓和吼，咱为8月第一礼拜开始，咱要全面来恢复聚会，包括圣歌队的复赛。但是这个少年团契、妇女团契、甲圣经学校，因为是这个放暑假，所以咱9月才要来恢复。恢复聚会嘛，包括学青团契，欢迎大专学生、研究生加入学青团契，欢迎兄弟介绍甲邀请学青来加入。聚会时间聚会内容地点，咱看周报。国际的写生要伫8月初6到14来举行，细节拢伫咱的周报内底，请咱家己看。这个咱伫每个月第2礼拜
拜三的暗时7点半有举行这个泰泽祈祷会邀请兄姐做伙来参加。台湾新学院新学系要开始欢迎兄姐报名参加，细节咱看周报。这个暑假短宣有定伫8月初8到14，要前往这个司马县教会有真侪活动伫内底，请咱嘛看周报。过来是平民民教授百岁纪念礼拜，要伫8月14礼拜日下晡2点，伫咱教会大礼拜堂来举行，请兄姐做伙来参加。团契消息、教界消息，甲最近的曙光聚会的预告，请咱看周报。这时咱要请黄牧师来介绍新朋友甲请安。朋友，首先来介绍的是柯振辉、许振辉，唔知伫倒，咱做阵来熟悉许振辉。第二位来介绍的是胡翠芬，欢迎。感谢。我来介绍的是周真阳，来欢迎。感谢，请坐。咱也甲咱的兄弟彼此请安，上帝恩典甲咱三个弟弟。作为来吟圣诗第399首，愿上主大仁爱。吟诗说，请黄牧师祝祷。愿上帝平安搬过一切人所想袂到的，要伫基督耶稣保守恁的心甲恁的念头。但愿耶稣基督的恩典，特别上帝极大的疼痛，会圣神的相通，甲恁正大家三个弟弟，对这事直到永世代无尽。阿免。请坐。今仔日礼拜到这，要倒散会。